直咧责备家己，是安怎我会互头家娘对我造成这么大的误解？这毋是误解，若要讲起来，应该是讲了解真相。了解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小琪啊，人甲人相处，上较重要是互相体贴，甲互相了解，好好是翁仔某嘞。要不呢，当你发现着讲真正了解你的人，并不是你身躯边想较亲近的人的时阵，你安怎想呢？你安怎做呢？我知影你要讲啥，要不过我已经甲你表明过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为啥会无可能呢？这世界上无咧讲无可能的代志。我就是用你想，遇到困境的时阵，我尽量去改变，重新开发。感情的代志，甲事业是无共款的。你会甲头家娘结婚，过去恁一定是小意爱，你袂用咧无成立这段感情。啊你咧，哈？你家己要安怎解释？你甲谢明先生囡仔，你若过去有一段感情，敢讲你有法度将这感情好人？我的代志，我已经甲秀华小姐甲细明讲清楚。过去已经过去，所有的情拢已经放水流啊！我的心肝已经死啊！所以，我才会甲明良住伫这，想要过平静的生活，我无想要伤害任何人。你安尼讲都唔对啊！你认为讲你安尼做就要去伤害任何人对？你完全错啊！我再讲，你将家己锁起来。你安是你刀片，安尼是软弱的行为，你知唔知？你根本就无需要你做啊！小琪啊，老实讲，我今日来找你，最主要是要让你了解我对你真心甲真情。我唔对，你管倒后头厝，是为着你的关系。也毋过你知影，我两中间失去真侪感觉，而且这个感觉我竟然有法度对你心中来找到。小琪啊，我希望你答应，嫁予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头家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答应我会好好照顾你。你答应我。你甲我放开！你答应我就放开。小琪啊，你听我讲。你甲我放开！哎，够啦！阿姑，我今晚叫你一声阿姑哦。开车。要是无我对你无客气。我离开。小琪啊，对这我甲创办，真歹势。但是我希望你能了解，对这我所讲的话，句句拢我心肝内的话。伤心啊！我已经甲赶走，伊袂阁来啊啦。明了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不应该阁倒转来台北。我所烦恼的代志，一层一层拢发生啊。天公伯啊，我到底是什么命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创治我？母，这根本就甲你的命无关系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咱无应该阁倒来台北住。母，你放心，我若毕业了后，我会拼死来找头路。咱两个甲阮条家阿爸赶紧离开这个是非的所在，哦。奶奶，你若爸跟阿母吼会当来病院上班，正经袂歹。尤其会当当听我爸做伴吼。我感觉咱这是真正确决定啦。听来啦，以后如果你会当来病院上班，阮阿姑一定把所有行政贷款拢交互你。但你嘛知影，这间病院将来嘛是我的。我毋是已经有甲你讲过啊，我也无一定要伫遮上班啊啦。听来，就是安尼哦。我今日毋才专工带你来阮这间病院看卖，但你有看到啊？阮这间病院内面的设备一流的啦，福利嘛真好啊。我相信以后你一定改变主意啦。奇怪，啊，院长哪会无伫遮？
你找伊要创啥？我是想要问伊讲，明良即马厝是蹛伫倒？你有感觉无？伊最近甲咱敢若愈来愈疏远。我是想讲，找一个机会，甲伊见一下面，了解一下。这简单嘛，以后咱若拄着伊的时阵哦，咱再甲问就好啊。听台。你要创啥？无啦，你才有头毛啦。你伫遮？高定，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是想讲要问明良即马是住伫倒？伊无甲你讲？无呢，我是看伊最近心情有淡薄仔郁卒，想讲要找一个机会问伊一下。真拄啊好，我拄啊嘛想讲吼，要去找因啦，啊无我等下带你来。好好，高定，小等下咱三个人斗阵来去，安尼较有看啦。阿爸，哥，阿爸，你若醉到安尼啦？怎讲啊醉？你无听人讲酒醉心头疼，你我会惊醉惊着。是，行啦，我拢总我嘛会认得我哪有醉，我无你醉。阿爸，我送你等下休困啦吼。我嘛我要过来去找小琪啊。启东啊，你无代无志去找小鸡啊，是要创啥？我啥会免去找伊？啊喏，刚讲你要参一面，我甲拍。啊，我咧拍。变良甲你拍，阿爸，你讲我清楚的，变良谁来甲你拍？变良搞，伊搞拍啦。阿爸，变良谁来甲你拍啦？阿爸，阿爸，高定，你紧带我来找变良啦。恁固定，伊无时间带你。啊，你若要去阿哥这地址，你家己去。只毋过吼，你先叫恁老爸带去病院休困，实在叫医生为一寡解决药来食。我要追小鸡啦！哼，小啊，原来启东啊知影小鸡的罪子，是你好伊的。奇怪啊，他小鸡啊住什么所在，毋是秘密啦，是安怎我袂用甲阮阿兄讲？搁再讲啊，小鸡甲阮阿兄做伙生活20几年，安怎讲，因拢嘛是有感情的啊。若阮阿兄伊看伊，是名正言顺，嘛是人之常情。若是你去看伊，就无合情理。你是咧讲啥？先让我去，就无合情理。你毋通袂记，咱两个是翁仔某呢，搁较有道理的查某人，嘛无道理受家己翁婿，不许看伊孤爱人。假使我若坚持要去，要是要安怎？假使你若真正坚持要去，毋管我安怎讲，你都毋紧回头。那安尼，我就心酸你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偌多时间讲因缘。烟花如此啊，我就心酸你。你是咧创啥？你是咧起笑？我真是，你有脸生，我回头，我是要死啊！你看。你只是一个无奈查某人，为着要挽回后世，受所有上讲的风话。只要我轻轻啊一动，你就当完成心愿，你就当得小鸡啊欢欢喜喜过一世人，敢毋是嘞？小啊，你莫冲动啦，咱有啥物话哦，咱豆头仔讲，倒要紧收起。一定啊！一定好呀！哎呀，你去创啊啦！给倒咧！都去办啦！你要可怜我，咱翁仔某20几年，我用心计较帮助你，互你死到有今仔日好路的环境，你今仔日竟然安尼来对待我，我会行这条路，是你逼我，是说你，我恨你。夫人啊，唔通安尼讲啦，有心代志吼，看我讲就好啦。哎，倒啊好来检检，啊万若去拄着，唔好啦。迄阵啊，咱明明是查某人，你替我想看卖啊！这个眼中，
我是一位医疗护理，我应该是爱啥就有啥物。不过，我连我家己后生生活都得袂着，伊为了一个20年来毋捌见过面的查某，要教我这个计划20几年、甲伊孤独感强、苦无咸的离婚。我等伊一世人，结果竟然是安尼死。你讲，我有啥物意思？我有啥物意思？我规矩死死甲开我嘛！好了，打开！你赶快打开！啊！阿珍啊，阿珍，你闲了，你闲了，你就去我家。一个月。阿母，煮好啊未啦？阿母都足枵的呢。来啦！阿母无买啥物菜吼，简单煮一碗面互你食，紧食。阿母，你若煮一碗尔，你咧？我袂枵啊，阿母看你食就欢喜啊。娘娘，俊星，俊星，是恁啊？你也知影我住遮？俊星，你是安那面色安那歹看？娘娘，我以后拢以为讲你是天公道理的人，想袂到你竟然追求跑我老爸。俊星，恁妈有袂讲好，我当时拍你老爸。俊星，迄是误会啦。误会？你是老母，你当嘛替伊讲话？我听阮阿爸亲自甲我讲的呢，这哪可能是误会啦？娘娘，唔管啊，阮阿爸是你阿舅呢，你做事情来，我哪袂当这种袂起眼动手。无唔对啦，我是有甲阿舅插跋倒啦，要唔过我唔是超工的啊。你敢知影当初伊甲我阿母掠，我惊想要冲破，唔才甲插跋倒。哦，你即马甲你生气啦吼？你有过你应该知影，一个使用暴力的人，其实是第一失去信心所选择的行为。娘娘，你以前信心对倒去啦，第二后就是你是头拢比我较好。我知啦，是不是因为明仔载就要毕业，所以你心肝内开始会惊？因为你出社会了后，面对是一无所有的世界。我对我家己真了解，你莫遐强势断理。我跟你讲，毕业了后我要做啥物工作，要食啥物头路，我有我的规划啦。只是有一项，你咧讲强男是？无唔对，咱两个人拢对强男真好啦。要唔过我有做事，我比你更用心来对待伊啦。哦，我想到，当初是因为强男最近对我较好，所以你就生气，看到对我老爸来去。俊星，我不管你今日是来创啥，要唔过我希望你莫讲为我家。强男，歹势啦，要唔过我即摆是咧分析这款代志，互伊听啦。伊家己若唔知影吼，以后去伤害别人啦。俊星，我讲一句公道，你今日来最主要是要问恁娘，是毋是对恁老爸有无礼貌的行为？但唔过你一日就起骹动手，你安尼做讲对？我再讲，咱自细汉斗阵大汉，是安怎会变成安尼？咱是毋是拢爱较认真的想看卖？今日咱是安怎拢会变成安尼咧？哎，强男，小等者啦！哼！无唔对，人拢变。阿母，人啥拢会变。明了，人会用得变，但是做代志的原则是袂用得变。阿母感觉真奇怪，你较早甲庆兰遮尔好，是安怎伊即马拢甲俊星斗阵？无的确像俊星讲的，伊对伊较用心。阿母感觉毋是安尼。明了，一个查甫囝对家己所爱的人，一定爱认真去追求，无论偌困难、偌济波折，一定爱完成家己的心愿，追求幸福。好啊啦，咱来病院看恁谈到吧。伊若是情形较好，咱规气啊接转。好。强男，强男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毋是听讲要讲着你的。俊星，我拄则讲遐个话，只是希望讲，咱会当甲以前同款，莫为着淡薄仔代志，就安尼起怨。我知影啦，我是听着阮阿爸安尼讲，所以我……你无看伊啉酒是啥？
我看你应该等伊较清楚了后，再搁甲问详细。正常，这件代志你做了伤匆忙。哎，香兰，你要倒啦？我感觉足烦，我想要转。你无去看恁阿爸甲阿母哦？正常，阮阿爸阿母伫恁病院上班，并无表示讲我着爱逐工去病院啊。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恁阿爸阿母才倒来病院上班，你敢免去看嘛？因倒来关系无？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这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好啊啦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唔免哭啊啦，阮才是衰啦，恁咧冤家去考去冤家，煞去信一刀啦。伊刘夫人啊，我知你即马心肝是真艰苦，无毋对啦。我嘛知讲你毋是故意的，但是你也知影哦，阮某阿春啊吼，嫁我20多年啊。虽然我毋是啥物外好囝吼，但是我心饱食过苦过咧啊，想袂到今仔日煞互你杀一刀啊！拜托你莫搁再讲，我毋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毋是故意的。毋是故意的哈！我甲你讲哦，阮某留三顿两底吼，看你要来甲我赔偿啦！你讲你甲贪钱补钱，啊你讲哪会用啦？我要来赔偿，你讲啊，要来赔偿啊！阿爸，你哪会遮大声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问伊就知啦。阿姨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甲我讲好。我著手下举刀啊，无小心，甲恁阿母抬着伤。伊点啊？我某要紧啊无啊？已经无性命危险啊！加在无去拄着内脏啊，无代志就不堪设想。阿母即马人伫倒？已经送去病房，你即摆回休困，莫甲伊吵。阿母，香兰，阿母，阿哥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若无代无志，举倒去抬喜金嘛？我毋是故意的。翠明，你去替我作证，你这你拢有看到，你的嘴面讲我就是毋是故意的，你真是是的啦，是的啦。你即摆以后会哦，我绝对会甲你负责到底啦。当然你嘛是爱负责啊！我某岁啊，老遐尔啊济，身体阁遐尔虚，我做人硬是要摕啥物来补啊？你知唔知？喜姐啊，你放心啦，阮阿公吼讲会到就做会到，以后为绝对会负责的啦。咱即摆先来病房，看喜即摆详细再搁讲啦。啊，对，来，看。秀华，你现在要安怎做？敢讲你若真正发生意外，我心肝内袂艰苦是？翠明，你安尼讲，你心肝内感觉有我的存在，你还是关心我，哈？好啊，咱即摆莫讲这啦，即摆上重要的就是赶紧吼，希望喜即摆好起来啦。若无吼，咱也提出告诉，咱这代志就歹解决啦。翠明，小琪啊！小琪啊，你来啊！翠明，我是专工来看添狗一个，无想要搁甲你惹麻烦。稍等下，即摆添狗节啊吼，伊人真好啦。我想你若是赶紧去看庆来因老母，阿姨即嘛是安怎？啊，着手下举刀啊，草酒遐刣着啦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即马阿姨即马有安怎无？无性命的危险啦。本来这件代志我无想要互恁知影，也毋过吼，这件代志需要恁少年的来化解啦。呀，我带恁来看。你酒是在醒的无？有啦。到底是安怎样？我实想，你以后做代志拢真认真、真明理，你想来发生这种代志？我只是甲翠明迄囝一个，想要互伊当真我尔。好个来，是甲天伤啦。啊，万不然发生意外，到底是要安怎？哎呀，翠明这袂睬我，我是要安怎？对啦，你两了是阿某啊，伊讲我睬你，是气话啊，莫想安尼做啦。
我讲小等下，我陪你来病房的，阿姨进来共看者，共回些死的。